好多人都話 JDM 係一種信仰，係熱血嘅追求，但其實又有幾多人真係明白 JDM 迷嘅嗰份執着呢？就正如我哋今日嘅主角，本田嘅神話之作，號稱前驅街霸嘅 FD2，車主專程喺香港揸佢過嚟，就係為咗幫佢重生。前兩日，我哋同事已經將舊漆清理乾淨，而且做好咗車身線條調膠，底灰同底漆亦都做好咗。今日一大早，班同事就做好咗噴油前嘅遮蔽保護工作，依家先除塵除油，然後就可以開始噴油啦。你睇師傅幾認真，手法幾純熟，難怪個個都話認真工作嘅男人最有魅力。色漆噴好啦，輪到面漆。眾所周知，無論係古董車、情懷老車，抑或近代車，我哋用嘅都係鸚鵡漆，而且從打磨到車身線條調膠，從鈑金修復到噴油，從焗油到裝車，甚至係交車準備，所有同事都經過多次古董車、情懷老車嘅翻